大家好啊！今次北上同大家去試下一間酒店式公寓，深圳嘅 Fraser Suites。咁相信部分朋友咧都認識呢一個牌子㗎啦，喺世界各地都有唔少佢哋嘅足跡，主打服務式住宅嘅。深圳嘅 Fraser Suites 咧就位處於福田區嘅華強北，由地鐵站華強北站嘅 C 出口咧行過嚟大概5至10分鐘左右。今次入住嘅一臥室套房咧，一入到嚟就會先係見到一個長形嘅開放式廚房，有齊晒一切煮食需要用嘅電器啦，包括大型雪櫃啊、星盤、電磁爐啦、微波焗爐啦、熱水壺等等，亦都已經準備咗2支樽裝水嘅。另外仲有啲茶包啦、茶杯啦，以及係2隻玻璃杯嘅。餐具方面都非常齊全噶，所以咧基本上喺度開餐煮飯都完全唔成問題噶。鍋同埋煲等等都一應俱全，仲有砧板、隔熱手套同埋其他嘅工具。另外仲有一套茶具啦，同埋酒杯等等嘅。咁開放式廚房同埋客廳之間就用咗一個吧台作為分隔。客廳嘅空間非常闊落啦，有一張大梳化同埋大茶几噶。咁電視同梳化嘅距離咧都非常充足噶。再向前行少少咧就係辦公台嘅位置啦。T 字形嘅大書台有足夠嘅工作空間，而且呢一邊咧都幾闊落嘅。電視機旁邊咧仲有一對門，咁呢對門咧就係通往翻去睡房嘅位置嘅。咁睡房就擺放咗一張6尺嘅大床啦，左右兩邊嘅空間都非常之闊落噶。靠窗邊咧仲可以擺放到一張大型嘅1人梳化。咁然後咧裏面咧就係衣帽間嘅位置啦，有一組大型嘅 L 型衣櫃，可以存放到大量嘅衣物噶。咁所以喺度長住而帶大量嘅行李入嚟咧，都完全唔成問題嘅。靠窗邊咧仲有一張梳妝台噶。喺唔用嘅時候咧，就將塊鏡收翻起佢，就可以變成書台。用嘅時候打翻開佢，亦都非常之方便嘅。窗外望出去咧，主要嘅景觀都係對面嘅寫字樓，而側面望咧就會有少少嘅福田市景啦，同埋公園景嘅。推開另一邊嘅門咧，就會係通往浴室嘅位置啦。同時亦都有另一隻門通翻去玄關嗰一邊噶。洗手台嘅台面非常之長啦，空間充足。值得一提就係個人護理產品嘅品牌咧，佢哋就用上呢一款比較著名嘅法國品牌啦，係主要做香水為主嘅。咁而佢哋出品嘅沐浴用品啦，都非常之香同埋質感唔錯噶。洗手盆同埋馬桶中間嘅位置咧，就做咗一排到頂嘅層架，可以用嚟擺放毛巾。廁所馬桶就用上咗電動嘅智能馬桶。咁至於浴室方面咧，就設有企缸啦同埋浴缸嘅。參觀完客房就帶大家去睇下其他嘅設施啦。上到天台一層呢，就會係酒店最矚目嘅天台無邊際泳池，長方形嘅泳池面向福田市中心，前方係一個市鎮公園啦，所以成個景觀非常之有層次感嘅。夜晚嘅時候喺度欣賞夜景都相當唔錯，真係深圳嚟講呢，就比較少有呢一種無邊際嘅泳池可以欣賞到一個咁靚嘅夜景。除咗泳池之外呢，仲有一個簡單嘅健身室，有基本嘅健身器械啦、跑步機啦、少量嘅重量訓練器械等等嘅。咁同一層咧亦都設有一個酒吧，酒吧全日大部分時間都有開放嘅。咁下午嘅時間咧就可以嚟飲翻杯咖啡。當日我哋都試咗一款手調咖啡，咖啡豆係嚟自肯亞嘅。咁咖啡師都非常專業，有同我哋講解翻呢一款咖啡豆嘅特色，同埋分享一下咖啡方面嘅小知識。夜晚嘅時候都可以落嚟飲翻杯嘢。咁現場嘅燈光啦，同埋背景音樂都幾有氣氛㗎。我哋咧當日咧就嗌咗1人1杯嘅雞尾酒啦，咁就係比較傳統嘅款式 Mojito 同埋 Pina Colada。咁喺度飲翻杯酒啦，夜晚吹下風啦，欣賞呢個夜景咧，都真係幾寫意嘅。當日嘅晚餐咧，我哋就落咗去酒店樓下嘅一間鰻魚燒肉店獅子山。咁呢一間燒肉店咧都幾出名㗎，都幾多香港人嚟食。而當日咧，我哋咧就排咗差唔多1個鐘頭先至入到去食㗎，所以大家最好都係趁非繁忙時段過嚟食。喺美團上面咧都會有各款唔同嘅優惠套餐㗎。咁我哋今次就嗌咗一個肥鰻2人套餐，包咗大量嘅頭盤小菜啦，同埋一款南瓜湯嘅。燒肉方面咧可以3選2㗎，我哋就揀咗厚5塊肉啦，同埋呢個肥牛嘅。咁另外仲有一個甜品就係菠蘿啦，咁呢個最後先燒。
最唔少得當然就係主角8件超肥超厚嘅鰻魚。深圳大部分嘅食肆咧服務都非常好㗎，呢一度亦都絕唔例外，全程都會有職員幫你去燒肉啦，同埋燒鰻魚㗎。火候咧都控制得啱啱好，燒出嚟嘅肉內層脆內層嫩，而且咧仲能夠鎖住淡淡嘅肉汁，食落去非常唔錯。如果唔夠味嘅，可以自己再加少少調味料去食。不過我覺得其實已經煮得非常入味㗎啦。除咗燒肉啦，仲有一款金倉魚魚子拌飯啦。咁呢款拌飯咧都非常之好食啊，材料非常豐富啦，食落好有層次感㗎，非常值得推介。咁最後嚟到主角燒鰻魚啦，鰻魚咧真係非常之厚身厚肉，食落去啖啖肉非常之滿足，可以配搭翻酸薑啦，或者係啲蘿蔔嚟去食㗎。咁當然咧最重要就係包住翻一個紫菜啦，再加少少 wasabi 去食啦。wasabi 咧就做到一個滑濃點睛嘅效果。最後就係甜品燒菠蘿啦，咁呢個都燒得唔錯嘅，都幾甜啲菠蘿。嚟到第二朝早啦，酒店係包咗早餐㗎，早餐主要係西式為主啦，有少量嘅蛋糕、麵包、pastry， 仲有牛角包同埋朱古力酥嘅，味道就中規中矩啦。另外仲有多款唔同嘅麵包可供選擇嘅。歐陸早餐就有煙肉啦、雞肉腸啦、牛肉腸等等。熱盤方面咧就有玉子燒啦、天婦羅啦同埋炸雞嘅。另外仲有咖喱啦、炒飯啦、雜菜啦、點心等等。咁至於點心方面嘅選擇種類都唔少㗎，有燒賣蝦餃啦，同埋一啲蒸包嘅，仲有煎蛋同埋炒蛋，亦都可以叫佢即場去製作翻一個奄列嘅。另外前面仲有一部窩夫機，可以自製窩夫。想食碗湯麵咧，都可以喺呢一度 order 翻㗎。咁日式早餐咧就有溫泉蛋啦、枝豆、中華沙律、黃瓜、納豆等等㗎。另外仲有一啲沙律配菜冷盤，咁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嘅。同埋仲有幾款簡單嘅水果啦，亦都有唔同嘅果汁啊、豆漿啊、乳酪啊、牛奶啊，同埋一啲穀類早餐嘅。基本早餐嘅款式都尚算係齊全嘅。咁旁邊咧仲有2部咖啡機啦，可以沖杯咖啡飲下，或者喺側邊攞啲茶包去沖杯茶嚟飲下嘅。呢一層咧亦都設有一個中央嘅庭園位置啦，咁就係酒店嘅最中間嘅中庭位置部分嚟㗎。綠化環境都做得非常唔錯，非常有一種禪意嘅氣氛。咁酒店旁邊咧設有一個大型嘅購物中心㗎，就係中航中心啦。商場裏面咧設有大量嘅唔同食肆啦、零售店鋪啦等等，佔地面積非常之大㗎，而且仲分咗好多個區域。有時間嘅可以喺度慢慢行。當日我哋就食咗一個潮汕牛肉火鍋，牛肉非常之新鮮好食。同樣地喺美團上面都有啲優惠㗎。潮汕火鍋咧清清地又能夠食到牛肉嘅鮮味。整體嚟講，呢一間酒店最大嘅賣點，當然就係佢嗰個天台嘅木邊制泳池。喺深圳市嚟講咧，呢一種嘅泳池咧就真係比較少見。房間整體上咧都幾舒適，住得幾舒服嘅。最後喺呢一度多謝酒店呢一次嘅邀請啦。有關於呢一間酒店嘅詳細資料，我就擺咗喺資訊欄嘅下方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。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集嘅分享啦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喺下一集嘅內容再見，拜拜。